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小儿子的毕业典礼，哎呀，挺开心的。别说了，我好饿呀。好，带你到北大饭堂吃饭。好。哇，北大饭堂好大哦！你看，还有2楼的哦。好，3楼4楼啊。哦，好，我们去吃了。来感受一下北京大学饭堂的风味。老王，你点那个是冷面。再注意是大学生。再注意是大学生啊！他那个是冷面，我那个是饺子。告诉大家，这个饭堂的东西很便宜。我想到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我们饭堂5块钱一个饭，玉米肉粒饭，都没有办法。玉米肉粒饭。